咱是迄个纸上写的哦。哎呀，有拄啊！安尼我写来毋较记这条上。还有年轻一点的，帮我们那个已经抽好的带一下啊，谢谢。啊，那是学咧接，咱搬住咧会用的嘛。你解无平多一寡人。哦，咱若就比帮忙，阮咧阿姑阿兄来做家咯，来当先讲好，多讲几多讲几。哦，我觉得时候就无迄个勇气。我离卫武营迄附近啊，阮咧会用迄个，阮咧当路三多路，上介好个三多路，啊离卫武营附近啊，上介好。讲安尼啦，吼，优秀优秀。上古甲咱讲哦，喙若开喏，迄是风清吼，讲迄个清开大堆，但是即摆若无代志，在遮听开喙哦，讲伊叫做口开神气散。你喙开，你的神气会散去了吼，先静静坐者。来，我们现在静默。因为距离要祈祷时间越来越近吼，咱袂使伫下底无代志的人，摕着啊莫紧急吼，啊嘛免急要挂，摕倒厝较挂袂要紧，拢先莫紧张，静就是静静坐伫遐，平常嘛免叫你看，你静拢毋免管你静摕着啥，静静，静静足重要，因为咱人拢车静袂落来吼，咱拢爱。看到大家知己的，无讲两句也真艰苦吼。但是即摆即个时间静默，咱即摆要静默吼。有摕着讲爱挂，毋知要哪挂啦吼。咱这若摕着即种，来，照一个，摕着这，才甲挂，内面有先口子。后来，即摕着吼，摕着的即句话，即个圣训，你真摕着的是人写叫做活佛上帝，你真摕着的叫做师尊上帝。啊，活佛上帝的即句话，嘛是咱师尊师母家己写的，因为较拄仔已经有家己写，对不对？咱莫想着讲我有摕着即种的，感觉安怎？摕着这较好。所以大家头壳拢一直摕这，是安尼啊。重点是你句话要互你的祝福是啥？是咧摕即种，莫去看外口的形象的物件。重点是这。那么咱即摆呢，甲咱的物件拢先放下，地啊啥拢放一边，摕着咱的顶徛起来，静静莫讲话。当咱各位找着啊。当咱老师互咱的方法找着，咱刷落来要安怎？刷落来就是静心、虔诚的心，要向前行。要向前行，毋是徛伫遮哦。咱即摆心要起风，但是要起风之前，咱必须爱对着咱的领导者，咱要邀请咱的负责人，领导咱的道场，在110年。咱未来的路会当行了更较稳、更较成熟，互咱的道场当更较宽，更较会当互咱每一个拢会当来参与甲发挥，改变咱家己自身的命运，改变咱家庭的命运。但是要改变这一切开始，拢是爱为着咱即摆要为着未来开始起定，感恩过去，影响未来，即摆用着咱上诚恳的心。咱请用请负责人来甲咱念标语，要祈福的标语吼。咱就静心静静，看到头前的佛光会，手体看到头前的佛光会，然后静心听负责人要甲咱祈祷的祈祷文，咱静心静心。祈祷文，地做天心，明明上帝殿下。
时得三期末劫，天温会动，多共火体，究竟原灵，一贯道行业义儿，爱上单位在修建人慈悲，领导之下，爱上下赢活动，得以在此结义，回顾169年，道务副建人方新聪带领全体道亲感谢天恩，书定做事风俗，引领弟子们在过去努力和做的一年，该年得天贯续，披心展翅，建立爱祥，怀感恩的心，得佛佛教，发悟站路站车，道心之重，生菩提心，得书指点，上弘下化，三宝相持，永足悲心，得人助道，大天宣化，替天行道，起欢喜心，得思想办，依法修持，行菩萨道，苦益众生，得时应运，天道普持，广度有情，发心愿心，得地中用，宽大博爱，博福，互助包容，有容用心，有宽用心，得物利用勤劳，责任利益众生，明地为心，弟子等敬愿诚心忏悔，将真念、金念、急护念，念不白无为念，不白骄狂念，不白嫉妒念，将前所有的恶业、诸业、诸恶悉皆忏悔，愿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在此叩求老母慈悲，加庇弟子等，该能一心向善，地狱师中，生死平衡，四季平安，五伦相顺，六道万行，七星共照，八德具备，九年列品，十方成全，百福如真，万象迎新，多情多疫情散退，道夫风典，家生活，弟子诚心祈求，施功，先分表哈。本表。我们现在祈愿哈，大家10鞠躬哈，来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4鞠躬，5鞠躬，6鞠躬，7鞠躬，8鞠躬，9鞠躬，10鞠躬。好，很沉。那我们先请坐一下。那今天回顾的到家哈，他来做一个结束了。那么咱等一个结束之前呢，咱那个邀请咱负责人给咱举例，个给咱致最后的那个闭幕词。但是今天吼，咱的两位，咱根本说做主编的拢讲，好，目前的拿领导慈悲的好啦。
但是后续还是希望我们点传是用很简短的时间呐，吼，就是无嘛讲一个祝福的话，好不？好，咱的祝福的话安尼，祝福大家，吼啊，让大家还是我们恭请的是出来跟我们讲讲话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先掌声欢迎我们点传师，感恩，谢谢。大众请起立。剑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传师好。各位先生，大家午安哈，请坐下。时间嘛，结束了哈。底下呢，负责人郑经理，还有顾问主席顾问，还有各处处长，组长，还有副组长，在座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午安。点传师午安。今日呢，或是有缘呢，非常的欢喜。当会当伫这个庄严的活动当中呢，感恩各位前贤大德会当来讲一个善言。其实有这份的善言，拢总是咱过去历史所修所行。那么伫这个6点年真道讲述的当中呢，大家会当来得到佫会晓要来研究道理，来听道理。这嘛呢，展现了着咱大家伫这世人当中呢，那么有了着这个福分，会当好好去来欣赏，有这个智慧，伫咱念佛学佛当中，念佛礼佛当中，佫会晓要有份。那当然，这就是咱人生互咱带会走的。那么唯有就是修行学道。所以讲，行尽世间千条路万条路，唯有修行不过一句话呢，伊是千真万确。若有伫咱人生来讲起来，因为会早有前年甲咱慈悲嘛，因为了伊即个疫情，更加互咱感觉讲伫世间呢，其实讲起来，上至着总统，那么下至市民，有可能呢，拢会感染了伊即个疫情，毋是啥物人有身份有钱。伊就袂记得，所以讲呢，伫即个所在好好珍惜，咱有即个因缘，甲咱即种向佛的心爱不断爱不断这倒是咱人生早会记的，所以讲起呢，希望今年大家拢足有心，牺牲奉献，嘛希望伫即个110年。咱的班的活动开始的时阵，大家继续用这种的热情甲成分，继续来造就家己，扶持着阳，佫会当照顾着兄弟姊妹，安尼敢好？好。那当然，伫遮或是嘛深深祝福咱大家各位前贤大德呢，伫未来这当，大家拢会当真正顺利、平安、健康。共同扶持咱的道路，互伊佫更加方便，安尼敢好？尤其是咱要过年咱遮呢1点到，希望伫即几天当中，大家多日来建立这个功德，安尼敢好？以上感恩大众请起立。感谢点燃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感谢点燃慈悲。我们现在先恭喜我们的真点传师。恭请点燃慈悲，前道鞠躬。
坤道鞠躬。给同学好，各位亲人请坐。请坐下。我们敬爱的副前人，还有我们敬爱的洪典老师，还有顾问主席，在座的各位领任，各位请也大的大家午安。点传师午安。今日呢，会使讲非常的欢喜，但是恐怕即阵呢，会使讲非常感恩呢。咱首先。